立法會公共行政事務跟進委員會引述政府代表話，橫琴單排車北上政策即將推出，初步計劃採用預約通行制，具體嘅配額同實施時間有待公佈。立法會公共行政事務跟進委員會舉行會議，跟進優化橫琴口岸便利通關措施。委員會主席馬志成會後話，委員會建議當局從提速、擴面、聯動同前瞻多方面推動橫琴口岸通關模式由便利高效邁向無感智慧，包括加快推動無感通關模式試行，優化隨車人員智能通關，加速推進刷臉加虹膜雙無識別技術嘅整合，加快推動澳門單牌營運車輛便利進出深合區，研究分階段擴大跨境學生專車嘅適用對象範圍，同埋擴大跨境救護車直通機制適用範圍。至於社會關心嘅橫琴單牌車北上政策，馬志成話初步計劃採用預約通行制。